睡醒了？你来了。天亮了哎，你怎么不去上班啊？我不上班了，我请假陪你。请假？你老是请假，万一人家把你给炒鱿鱼了怎么办？不就是一份工作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这么随性。来，吃早餐，吃完早餐我送你回去。好。去哪？去学校啊。我不要回学校了啦！你看我和李朵闹翻了，我还要回学校啊？那你不去学校能去哪呀？除了学校，去哪里都行。那你北京有其他亲人或者朋友吗？没有。那怎么办啊？那不如去你那吧。去我那？是你害我跟李朵闹翻的，不去你那去哪？你得全部负责，负责到底。行了，到了，来。